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3月6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4篇，以斯拉记第6章第1节到16节，马可福音第11章15节到19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祈祷的殿。建造圣殿的目的是什么？这对我们在重建教堂、礼拜堂的我们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。前天在3月4号每日读经分享当中，我们谈到了教会的地基，同时也看到了上帝呼召以及赐福得以建造上帝圣殿的所罗门。但是后来他太过分的注重私情私欲，渐渐的他离开了上帝的道路，也失去了上帝的保守与赐福。建造上帝的根基不能离开上帝的这是非常明确的事了。以斯拉时期，我们也看到了上帝的恩典，让以色列人即便是因为在被掳当中，但仍然得以在外邦塞鲁士王的协助之下来重建圣殿。以斯拉记第6章第1节到16节的经文记载，塞鲁士皇帝的命令从被发现，于是大流士皇帝发布命令，查阅保存在巴比伦的皇室记录。他们却在米迪亚省的亚玛他城的宫内发现了一卷古卷，上面有这样的记载：塞鲁士皇帝当政的第1年，他下令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，作为献祭的地方。这殿有27公尺高，27公尺宽，墙要每3层石头上加1层木材，一切的费用由国库支付。尼布甲尼撒王从耶路撒冷圣殿带到巴比伦来的金银器皿，都要归还耶路撒冷的圣殿，放在原来的位置。经文标题：大流士皇帝下令继续建造。于是大流士皇帝回复如下：河西省省长达乃、示他、波斯乃以及在河西省的官员们，你们要远离那圣殿，不要干涉建殿的工程，要让犹大省长和犹太人的领袖在原处重建上帝的圣殿。我现在命令你们要帮助他们重建，他们的全部费用要尽快的从王库中河西省税收的部分拨出，以免工程停顿。你们要天天不间断的供应耶路撒冷祭司的需要，不管是用来做烧化祭献给天上上帝的小公牛、公绵羊、小绵羊，还是麦子、盐、酒和橄榄油，你们都必须供给，这样他们才能够贡献天上上帝所喜欢的馨香圣祭，并且祈求他赐福给我和我的子孙。另外，我下令，如果有人擅自删改我的命令，要把他房子上的大梁抽出一根，刺穿它，把它悬挂起来。他的屋子也要成为垃圾堆。
如果有君王或人民删改这命令，想毁坏这圣殿，愿那位选择耶路撒冷作为敬拜他场所的上帝推翻之人。我大流士颁布此令，应彻底遵行。圣经标题：奉献圣殿。于是河西省长达乃、示他、波斯乃以及他们的同僚彻底奉行皇帝的命令。犹太人的父老领袖得到先知哈该和撒改利亚的鼓励，建设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。他们遵照以色列的上帝的旨意，以及波斯皇帝塞鲁斯、大流士和亚达薛西的命令，完成了鉴定的工程。圣殿在大流士皇帝在位的第6年，亚达月第3日完工。以色列的人民，包括祭司、利未人和所有流亡归来的人，都欢欢喜喜地举行奉献圣殿的典礼。上帝让以色列人民在不可能的当中能够克服许多的困难，能够重建圣殿。像这样汲汲营营的追求圣殿重建，为的是什么呢？不是为了追求一个金碧辉煌的建筑，不是一个可以赚取更多经费的硬体，不是为了让大家享受的地方，而是敬拜上帝与上帝建立亲密的个人关系之所在。在新约马可福音11章15节到19节的经文记载，耶稣基督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发生的事情。耶稣基督到了圣殿，但是却还没有进入圣殿敬拜上帝之前，他发了脾气。圣经这样记载，耶稣洁净圣殿。他们到了耶路撒冷，耶稣一进圣殿，就把所有在圣殿里面做买卖的人都赶出去。他推倒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，和贩卖鸽子的人的凳子。他不准任何人扛抬杂物在圣殿里面穿来穿去。他教导他们说，圣经记载上帝的话说，我的圣殿要称作万民祷告的殿，你们却把它变成了贼窝了。祭司长和经学教师听见这话，就想法子要杀害耶稣，但是他们怕他，因为群众都钦佩他的教导。傍晚，耶稣就和门徒到城外去，因为那一些生意人为了私利，与圣殿的管理者串联，以盈利为首要目标。他们来讹诈诚心要敬拜上帝的人们。耶稣基督明白地论道，他教导他们说，圣经记载上帝的话说，我的圣殿要称作万民祷告的殿，你们却把它变成了贼窝了。就是耶稣基督洁净圣殿。事实上，耶稣基督是在洁净人心，让失去正确目标、看重利益、营收的错误方向能够被调整回到正轨。当然，祭司长和经学士根本不愿听从，甚至对耶稣恨之入骨。
他们想要杀害耶稣。圣殿建筑的目的不是为了营收而存在，不是为了方便他人使用而存在，而是为了成为万人祷告的殿而存在。我们是否清楚上帝的旨意？这是非常重要的。诗篇84篇，渴慕上帝的居所。上帝万军的统帅啊，我是多么的爱慕你的居所，我多么渴慕上主的殿宇，我用整个身心向永生的上帝欢呼歌唱。上主万军的统帅，我的王，我的上帝啊，在你的祭坛边，连麻雀也为自己筑巢，燕子找到安置雏儿的窝。住在你殿宇中的人多么有福啊！他们不断地颂赞你，依靠你获得力量的人多么有福啊！他们急切地要往锡安山朝圣。他们经过干旱谷，它就变成泉源地。秋雨沛降，谷中处处池塘。他们越走越有力气，都要在锡安朝觐至尊的上帝。主上帝万军的统帅啊，垂听我的祷告。雅各的上帝啊，求你侧耳垂听。上帝啊，求你看顾我们的王，求你赐福给你所选立的君王。在你的殿宇住一天，胜过别处住1000日。我宁愿在我上帝的居所守门，不愿住在邪恶的人的家里。主上帝是太阳，是保护者，他给我们恩惠光荣。他从不留下一样美好的事物，不赐给行为正直的人。上主万军的统帅，信靠你的人多么有福啊！感谢上帝透过许许多多的兄姐成为我们的天使，成为我们建堂当中的帮助，让我们透过众兄姐无私的奉献，更能明白圣殿建筑正确的目标，就是成为万人祷告的殿。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